世界盃最新奪冠機率出爐，四大黑馬名單曝光，60萬人口佛得角首闖世界盃。要100%準確預測邊個攞冠軍，就算用最強嘅超級電腦都做唔到，因為足球比賽有太多突發變數。不過，如果根據各大數據模型，例如 Opta 超級電腦喺2026年6月初進行嘅最新模擬預測、博彩公司賠率以及各隊嘅陣容實力，我哋可以推算出有幾隊傳統勁旅係今屆嘅奪冠大熱。西班牙奪冠機率16.1%。西班牙嘅傳控戰術成熟，而且近年湧現咗一批極具殺傷力嘅年輕翼鋒，突破能力大增。佢哋整體戰術流暢，係歐洲實力最強悍嘅隊伍之一。法國奪冠機率13.0%。法國隊嘅兵員深度依然係世界頂級，核心球員正值當打之年，加上後備力量充足，容錯率極高。佢哋有豐富嘅淘汰賽經驗，通常喺各大預測中都高居榜首。英格蘭奪冠機率11.2%。英格蘭擁有一大班喺歐洲頂級聯賽證明咗自己嘅年輕球星，佢哋近年喺大賽好似歐國杯同世界盃都行到好遠，大賽經驗漸趨成熟，絕對有能力挑戰冠軍寶座。超級電腦推算，英格蘭有高達67.9%嘅機率以小組第一名出線，分組賽壓力相對較細。阿根廷奪冠機率10.4%。作為上屆冠軍，雖然球隊陣容經歷緊新老交替，但佢哋勝在整體凝聚力極強，大賽心態穩健，依然係所有球隊都想避開嘅硬骨頭。今屆黑馬，今屆世界盃擴軍到48隊，多咗一輪32強淘汰賽，賽程變長咗，亦意味着爆冷同埋誕生黑馬嘅空間大咗好多。如果想遠幾隊實力不俗，隨時可以咬死傳統豪強嘅球隊，以下呢4隊絕對要高度留神。日本旅歐球星步入黃金期。日本隊一早已經擺脫咗亞洲弱旅嘅標籤，佢哋上屆就試過喺分組賽連續擊敗德國同西班牙，實力有目共睹。陣中超過大半隊主力都係歐洲5大聯賽踢緊波，好似皇家蘇斯達嘅久保建英、利物浦嘅遠藤航，佢哋嘅整體戰術、執行力、傳控配合一向係頂級，加上近年加強咗前場逼搶同反擊速度，踢法越來越有效率。摩洛哥建軍班底再進化。上屆卡塔爾世界盃創造歷史殺入4強，摩洛哥證明咗自己絕對唔係符碌，佢哋陣容防守極之嚴密，核心球員如阿舒拉夫、Achraf Hakimi 正值當打之年。最恐怖嘅係近年佢哋成功爭取到一班有雙重國籍、效力歐洲頂級豪門嘅球星轉籍加入，例如皇家馬德里嘅巴軒、迪亞斯、Brahim Diaz， 令到原本比較弱嘅前場創造力同個人突破能力大增。哥倫比亞南美硬骨頭。哥倫比亞雖然前幾年經歷過低潮，但近2年喺外圍賽同美洲盃嘅表現可以用瘋狂嚟形容，甚至創下過連續20幾場不敗嘅恐怖紀錄。佢哋踢法非常強悍，死纏爛打，身體對抗性極強，而且反擊速度極快。陣中嘅路易斯、迪亞斯、Luis Diaz 等人具備瞬間撕破強隊防線嘅能力，係典型嘅強隊殺手。美國佔盡天時地利嘅地頭蛇。作為今屆最大嘅主辦國，美國隊坐擁絕對嘅主場之利。美國隊近年迎嚟咗黃金一代，主力球員如普利錫、Christian Pulisic 好新星，好多都喺歐洲一線球會坐穩正選。踢世界盃，主場威力往往可以令球隊戰力提升一班，配合當打嘅陣容，佢哋絕對有機會喺主場球迷吶喊下創造驚喜。佛得角 Cape Verde。喺48隊大混戰嘅新賽制下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有一個好陌生嘅名字叫做佛得角 Cape Verde。如果擺入去超級電腦嘅大數據模型入面，佢哋贏冠軍嘅機率係接近0.01%。不過對於呢個總人口只有大約60萬嘅非洲群島小國嚟講，能夠被列入呢個計算名單入面，本身就已經寫下咗神話。佛得角 Cape Verde 官方名稱為 Cabo Verde， 係一個好特別、充滿異國風情嘅大西洋島國。佢雖然喺地理上屬於非洲，但無論喺歷史、文化定係風景上，都融合咗深厚嘅歐洲同非洲色彩。
佛德角綽號藍鯊 Blue Sharks 陣中亦有一啲喺歐洲次級聯賽落班嘅實用球員，近年喺非洲杯亦展現過黑馬本色。歷史性第一次，今屆2026世界盃擴軍到48隊，佛德角成功把握機會喺外圍賽突圍而出，寫下隊史第一次殺入世界盃決賽周嘅輝煌紀錄。佢哋已經贏咗，對於一個從未入過世界盃嘅小國，踏上決賽周草地嘅那一刻，佢哋就已經係自己國家嘅冠軍。